全部啊。这个是不 OK 的。好，在做东西一定要自己要求自己的品质，才会做出好的东西，不是随便乱来。因为我们不再是做那种传统的，我们现在是要走精致路线。所以像这个有毛边的，你就必须用剪刀，妈妈你自己来修，要不然不行。我们尽量做好一点，既然有做就要做好一点。像那个前后那个大小差很多。大小差很多就会等一下你在做反折的时候，可能大片的就挤到小片的就用大片挤的话就很难塞。所以最好是那个对，就是对，要整理，一定要整理成那样。好，这个叶桃的编织技法很简单，像这个你待会自己再整理哈。技法很简单，它的技法就是1压1的技法，就是一上一下。有分正面跟反面。要分正面跟反面。好，正面我们编的时候都是正面在上面，这样子看自己编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舒服。正面是滑的那一面啊，即便是它有花花图案，这个是自然的图案形成的，都很漂亮啊。所以你不要说啊，对台湾人他们不喜欢那个有花的，他们喜欢那个白白的。我很喜欢那个花花的。好，就这样，技法那么简单，一上一下。是它的那个左右的那个。左右都没有关系，你要横的在左，在下，或是长度好。那我们编的时候，我们尽量编在中间。取中间。对，取中间。然后接下来我说1压1，这个在上的就要被压住，对不对？大小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在下的，这个是在上，对不对？在下的挑起来，就这样编。好，你看，编织法就是这么简单，然后再来，以此类推，下的挑起来，压住在上的，好，要压起，不必，等一下你再做调整，你只要两边等长就可以了，好，对，就这样，以此类推，好，所以横的7片。直的7片，然后再做记号，然后我们就立体上来了。好，7片，对，7片，一个7片。你在编的时候，你就注意你的大小，然后再重新调整。这个老师你很懒惰呢，常用比较好。7片。老要第2批吗？老师？用我，他们第2批，对，用。你们都偷懒。对，请老师帮我看一下。怎么做样？老师，夹子有什么做样？夹子，等一下我们在立体编织的时候一定要用到。老师，我连那个晒衣服的夹子都拿来了。就是用晒衣服的。这个吗？现在？还没啦，还没。第2阶段的。第二批的。好，你不是听完了吗？就我这嘛。是啊，你不要偷懒哦。细一点，被你发现。我们编织的时候技法很简单，记得是1压1。我们做那个叫什么打包绳它可能有2压1、3压1，然后叶桃编织所有的编织都是1压1，所以它是很简单的，一个压一个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上一下这样。好，这是正面。亮的吗？对。正面朝上。正面朝上。好，帮我压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确认一下，这是正面。这是亮反面嘛？不会摸。粗的是我摸不出来。粗的是反面，滑的是正面。好，你来看啊。你说这个裂掉的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等一下交织的时候，它就看不出来了。所以它也是可以用，除非你是撕裂这里，等一下你在穿梭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个对，所以裂掉的，你不要说我的裂掉就跟我换，我当然会跟你换。好，就这样，你看裂掉了，我现在把它这样压住，
好，它等一下它就自然而然交织了以后，它就不会自己裂哈。好，你看，懂吗？一上一下，在上的要被压，在下的挑起来。好，就这样。这都是正面。对，我们是编正面，然后你就7片，编完了以后，你就目测一下，两边等长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边的要放在中间。好，就这样，像这个也裂掉都无所谓。好，你看它互相交织以后，它等一下这个被压，它就裂掉这里平平啦。好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好，第一个就这样，随便看。是老师，你要完整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哈，我等下编哪里了？好，这边啦。一横一直啊，对对对，一横一直啊。哦，这边给。哦，对。好了。好，再来，这里在下面的挑起来。哦。这横7个。好，还有一个，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样子裁了以后，它的头会比较小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互相交换，把头尾交换这样。交换。哦。好，比方说我现在这个也是头尾交换。这个现在是头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尾，然后我现在那个尾可能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就换头在这里，头尾交换，所以它的那个就会平均了啊，它的宽度就会很自然平均了。比较难看的这个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看得出来了吗？好，在下的把它挑起来，然后这个在下的挑起来，就这样。好了，老师，对了，做几个，全部做好这样。对对对。7片，对。哦，77啊。对。好，77是这种啊。就一直这样啊？就一直这样就好了。那么简单，你要重揣呢？